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9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台南有幼儿园传出讲有老师苦导囡仔，伫安南区一间私立的幼儿园，有家长是检举老师定定拍囡仔的头，佮真大力叫囡仔，佮硬煮物件爱囡仔食。教育局调监视器嘛，发现讲一个月来有53家有对囡仔真粗鲁的动作，上无是有10个囡仔受害。这老师嘛已经罚款40万，一世人嘛袂当去做老师。教室内老师参学生欢喜的活动，不过伫台南安南区的私立幼儿园，煞逼出有老师苦着囡仔，互家长检举。一个35岁姓刘的老师，对本来无到6岁囡仔，杀伊头，口佮甲拍，也佮硬煮物件叫伊食，这种苦毒的行为超过53届，有10外囡仔受害。老师还可以啦，觉得还可以。嘿啊，因为讲较坦白的人，拢会做表面啊，快咱太知啦。从小班要好好的建立他们的一些秩序啊，或者是比如说排队啊，然后老师就是会有一些比较粗大的一些动作，就是比较大一点的一些行为。影片上看来，他们委员就是会判定次数。苦毒囡仔事件发生伫去年9月，教育局接到通报去调监视器。这个姓刘的老师有5年的经验，发生代志了后，当场互人死透露，嘛要互人罚40万，减一世人袂当做老师。当时姓陈的助理员嘛离职，互人罚6万块，连园方负责任嘛连带有责任。教育局落尾嘛甲这2个老师公告出来。学校这边后续也是会有安排一些课程，有关于这方面辅导的课程。会给老师多这一个方面的提供进修。希望所有在幼儿园服务的负责人或教保服务人员，皆应以正向管教的态度，友善对待每一位幼儿。教育局统计113年、114年这2年，拢总裁罚11个行为人。幼儿园本正是囡仔的安全场所，这款粗残的对待，囡仔甲家长真惊吓。教育局强调，教育场所绝对无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记者邱在南采访报道。台台市开细楼姊妹年末2审是维持1审的谈判。另外，涉案的义和联盟姓陈的社工是防以过失致死罪来起诉，今仔开庭审理，嘛传唤台北市社会局的科长来作证。早起伫法院外口，嘛有真侪民众来关心抗议。面对骂声，义和联盟姓陈的社工真紧行入法院，不过伊的身影出现，就引起怒火。开案姓刘领无者外，2审维持谈判。即马焦点转向姓陈的社工，外界也做伊涉嫌轰炸失职，出庭受审的言行。很不可思议，既然做错事情认罪不就好了吗？干嘛要这样？希望司法正能够公平。即摆开庭重点伫问证人，因为姓陈社工辩称毋是组织社工，主张督导证人伫文山骨头中心也质疑访视规定，无强制突袭访视。不过到庭作证的台北市社会局科长反驳，开出收养业务，甲社会局无关系，强调是领保甲地方私下协商。佮表示用台北市标准，访视就是免提前约好。不过专案也出案外案，顶一摆作证的文山骨头中心访视员林心竹被发现涉嫌假造轰炸记录1期，被函散检访警班。因为社工才是罪魁祸首，他是导致凯死亡的主谋之一，他是凶手之一。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凯不会死。任何一个只要尽职正常的社工，都可以把凯随时救出来的。原本即摆开庭传出凯阿嬷会出庭作证，不过最后无出来，甲咱律师到庭。即摆专案审理就要结束，各界拢咧密切关心1审的宣判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留学马来西亚查某大学生伫6当前互梁玉芝性侵害台死，2审经1审，嫌犯拢是互判死刑，伊搁再上诉。今2审是宣判，法官认为伊有教化可能，嘛毋是伊无杀人，所以该判伊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不过被害者的家属是表示讲，因无法度接受。治安全部都唔讲话，伊是台死马来西亚招女大学生的梁玉芝。2年前，伊掠走来台湾读中英大学的马来西亚姓郑的女大学生，用锁算对方的颔棍，甲伊性侵。抢走之财了后，佮甲伊抬死，骗掉尸体。1审、2审，经1审拢判梁玉芝死刑。2月早经2审宣判，合议庭认为有教化的可能，无属于预谋杀人。专案罪变化，强制性交杀人对死刑改无期徒刑，褫夺公权1世人，强盗罪改判8年。被告并不是事前预谋性的有计划性杀人，
因此对被告的非难评价不得高于计划性杀人，也不得高于杀数人的情形。高雄法院表示，牛肉子本地计划性侵抢钱财，发现死者反抗超出预期，才解抬死，别当以先准备锁啊，就认定有杀人的预苗，也经过相关单位鉴定了后，认定有告发的可能。这是下议庭再三讨论了后的判决。法官认为，杨姓被告并非一开始就有计划的性侵且杀人，而是性侵过程中未能得逞，因此才起意杀人。所以高等法院法官认为，杨姓被告的恶性比一开始就计划性的杀人还要来得轻。实务上并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衡量标准，法官会根据被告他个人的主观学历、经历，还有他的犯罪手法、犯罪手段等等情况做综合性的考量，去判断有没有教化可能性。法界认为，敢会当告发实务上较无客观评估的标准，真侪是由法官综合心情研判。也有律师认为，这个判决较偏向考虑被告人权，恐惊互家属真歹接受。面对这个结果，家属透过文字回应，未当接受这款的判决。中央大学是回应尊重司法的判决，提供家属心灵支持，专案可会当上诉。公司新闻参报道。来看国军春节加强政备操演，今仔进入第3天，早起伫高雄的火牛营区来举行。海军是模拟解放军要登陆高山的海边啊，咱国海军来进行反制。今仔嘛一口气出动3种的无人机，咱做伙来了解。好的，主播各位观众，记得现在位在高雄的火牛营区，国军春节加强战备操演的最后一天呢，由海军带来压轴操演了，包括说是模拟共军的船团闯入我方的西南海域，试图登陆桃子园海滩，因此呢，海军动员了进行反制，包括一口气秀出3种的无人机，包括尖侦型无人机、陆用尖侦型无人机以及攻击无人机进行反制。一组的发射手是携带2枚弹。那两枚无人机发那个攻击型无人机，那在这个攻击阶段，本来就是会做这个补行射击的部分，或者是第一次攻击执行结束之后会做而后，在第2次接获任务之后实施攻击。那至于带着伪装网，我们现在的伪装网其实是可以适应不同的敌方的这个征收的条件，我们有城市型的，也会有这个丛林型的。这届A社当看到中科院打造的攻击型无人机，2个人一组来操作发射。伫头一届发射的时候，煞无成功发射，军方随着启动备案，第2代是顺利升空，嘛正准地拍到伫海上的目标浮球。海军这届是透过无人机，佮有一段操演来展现战力，嘛来展现守护家园的决心。3天的春节加强战备操演已经顺利完成了。再来看国造畅水南海群号，今仔头一届进行畅水的测试，上深末会畅到50公尺深。专家是分析讲，水的密度甲外壳敢会勘测海水压力是观察的重点。专家嘛讲，伫测试的过程有一寡问题拢是正常的，实际畅水来发现问题，才过来改善。未来嘛会继续来进行愈深的压力测试。外界是质疑讲海群号的工期伤长咯，也毋过台船是强调讲，这种的工期算是紧咯，整体进度嘛无延前。豆豆对高雄港驶出，台船证实国造畅水南海群号2到尾头一届畅水航行的测试。海军见！大声喊加油！军事迷将求红布条啊，全力支持海群号。各民众特别对台南走来见证。一早就从台南出发过来这边。想要见识一下，对我们国造的前舰到底长怎么样子。根据规划，海群号这届测试将望镜深度会来到50公尺深。专家分析，水面甲外壳承受海水压力的情形，会是观察的重点。今天的测试，假如顺利完成的话，就要进行深海测试。那深海测试就会到小琉球以南的海域来进行更深的一个海域测试，各个舱门的水密然后呢，那个钢板能不能承受相关的压力，其实呢都要经过不断的调教，因为这个调教呢不是用人眼来看，一定用科学仪器去检查。因为之前海群号伫测试的时，捌发生过液压系统有问题，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关注相关的问题，敢已经拢改善，因为代志关系到测试人员的安全。像如果说有一些装备你都还没有到位的时候，勉强去做，不管是浮航或潜航，其实
都还是会造成很大的安全疑虑。延宕归延宕，但至少呢，现在已经开始了相关的测试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亚南海鲲号对2020年11月24开工，到达大约5年2个月，头一届进行畅水航行的测试，方这个工期较长。地巡回应，无论伫建造机程还是经费，海鲲号甲别个国家新造的畅水艦来比，经费并无较济，工期甚至是比人较紧。强调整体进度并无延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监察院长陈菊2024年底中风住院治疗，嘛请假休养。昨总统府是宣布讲准予辞职。赖清德总统表示讲，陈菊院长星期几日改，最近又搁请辞，考虑到院长搁需要复健的时间，所以准予辞职。因为陈菊请假的时间超过1天，在野党是有真侪批评。也毋过，监察院是强调讲，院长请假拢有合规定，帮外界毋通误解。监察院长陈菊因为健康的原因，自2024年开始请假。总统府证实，陈菊最近搁一届来请辞，赖总统嘛同意啊。自2月初1开始生效。对着陈菊的状况，做伙做代志的其他监察委员无愿意加讲。今天是国家人权委员会 CEDAW 公约的报告。想要让陈主院长专心进行复健的工作，最近他又提出辞呈，我没有同意，他也希望一切能够找他。今年76岁陈菊，自1969年开始做党外运动的发起人，参加政治活动。1979年因为美丽岛事件入去坐监做6冬外。伫咧1986年，正做民进党创党元老之一。2006年当选高雄市长，刷落县市小甲了后，连任到2018年，过来就是做总统府的秘书长。2020年，方提名做监察院院长，是头一位的女性院长。依照规定，暂时注销党籍。毋过，伊请假的时间超过1天，嘛侪届引起在野党批评。哪位王芳美更加质疑？陈菊是因为无假通请啊，才来请辞。一个监察院院长，那可以有请假1年。我也坦白讲哈，民进党一是陷陈菊于不义啦，然后让社会大众来议论。那第二个也陷监察院于不义啊。他也认为他的状况可能短时间内并没有办法完全的恢复，所以他也请辞，也希望不要影响到整个监察院的一些状况。陈菊的后辈赖瑞良斗3共8岁，强调讲伊伫咧请假这段时间468万的薪水，拢已经全部放弃，纳转去国库。监察院嘛再一届8岁，陈菊请假的状况有符合规定。这个请假规则的规定呢，是全体公务人员一体适用。他的请假可以到今年的7月，体恤到家人对他复健过程的担忧，所以再度向赖清德总统提出请辞。监察院讲，希望外界莫误解陈菊为国家、为人权奋斗的决心，嘛讲陈菊复健的状况稳定，继续进步当中。因为这届任期敢若到今年7月，赖总统嘛委请监察院副院长李丰君代理院长的职务，暂时未提名新的人选。公司新闻也派选彭俊华台北报道。民众党昨宣布讲，创党的主席郭文德会正做国家地理学院的院长。外界嘛正关心讲，前任甲现任的2个党主席对南北合的影响。郭文德是表示讲，因2个人会当合作，南北合嘛共款。郭文德嘛讲哦，伊感觉南亚朋友拢真玻璃心，日夜亲像拢会等要看戏。前民众党主席郭文泰要做国家地理学院院长，引起各界关心。郭文泰是不是要中将民众党大权？党内阁出现2个太阳。郭文泰表示，2个太阳会合作，做家己较高的代志。2个太阳可以合作，所以每个人都做他擅长的、喜欢的事情。像我当一个外科医生，你知道吗？我去看那个华丽条刀就很烦。可是黄国昌就对那个很有兴趣，所以现在他们就分工合作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那立法院就给你去处理了。那我以后专门到南部去办那个训练班。针对外界好奇在党内相太阳之下，必然阿北安怎合作？国泰强调，因阿北合，不过更加重要概念是南北分，彼此分工合作。蓝白合，另外更重要的概念，
可以变成蓝白分。为什么叫分工合作？刚刚说蓝白分有可能从分工合作之后变成分手吗？我跟你讲，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啊。不然我感觉的哦，这个蓝营的朋友们哦，每个都很玻璃心的哦，然后绿营的每个都这样。每个见猎欣喜，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到底是黄主席还是柯主席？黄国昌代主席不当立委之后，那他到底怎么样在就是民众党里面发挥影响力？应该蓝营会比我们更焦虑吧？立法院会员提要安怎重新发挥影响力，一定牵动民众党内权力到路线调整，安尼发展，恐惊是国民党爱上脑筋的一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经济部长金明欣去美国访问，出席台美 EPPD 经济欢迎会盘对话会谈，嘛甲美方签订实施信誓宣言，甲台美经济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回应川普政府的 AI 供应链的倡议。金明欣总是讲，这届会谈有达成真侪项的结论，会当来提供未来5档到10档台美企业合作的基础。经济部长金明欣访问美国华府，礼拜去到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演讲。金明欣重点放伫咱大力推动飞航供应链，佮点出前一天伫咧经济欢迎谈判对话 EPPD， 甲美国国务卿海伯格的相片，展现台美对话成果。那里面讨论了非常多的刚刚提到的 AI 要怎么样合作，飞鸿供应链要怎么样建制。在里面做了很多的对话跟探讨，而且有很多的结论下来。它奠定了除了这个商业上的利益考量之外，它是一个政府对政府对于未来5年、10年所界定的框架出来。台湾跟美国的企业可以在这个框架之上，非常安心的跟笃定的往这个方向来进行。台美关系超好势，金明欣参加2次举办的第6届 EPPD 会谈。所谓基础建设方面，台美同意伫架轨道卫星、海底电缆方面合作。今日无人机供应链是交予咱工研院甲美国无人机产业协会签订授权评鉴顶协议，加入国际认证。川普政府就任了后，推动式和平宣言 ，Pax Silica 对抗中国 AI 产业链。这届台美签订双边联合声明，达成共识。当飞鸿的供应链需求这样的趋势产生的时候，台湾的被需要跟台湾的能力就可以展现出来。因为全世界来讲，除了中国之外，另外可以在短时间，在生产面的供应链可以很快的 build up 起来就只有台湾。EPPD 会后，咱经济部甲外交部发布声明，美国国务院表示，台湾伫咧相关经济倡议当中是重要谈判。台湾的先进制造伫咧 AI 产业更加是重要角色。咱政府是表示爱甲美国做伙来催杀飞航供应链，不过美国国务院敢若表示爱伫供应链安全甲台湾合作，话是讲了细字。美国特别重视对中关系，华府也惊讲台湾的供应链会受到中国地缘政治的威胁。金明欣强调，台湾非常安全，也公开前一天去见美国参议员苏利文的这段对话。当中国在打飞弹的时候，他在航空母舰上，他从那时候就支持台湾，他现在仍然支持台湾，所以对台湾而言，我们不担心有地缘政治这样的挑战。苏利文因过伫海军陆战队30年，来自阿拉斯加选区，大力推动当地天然气出口。金明欣也搁再强调讲，台湾会增加进口阿拉斯加天然气，保证能源的供应安全。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讲，若伊朗当局无要马上来谈判，伊准备要派出比处理委内瑞拉总统如何大规模的军队去对付伊朗。也毋过，伊朗是真反弹，佮呛讲，若受到攻击，一定会报复。另外，伊拉克嘛传出讲，请伊朗的前总理马里奇有可能会回任。川普嘛警告讲，伊准备要停止所有的援助。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严厉警告，讲一个由林肯号航母领军的舰队舰队驶向伊朗，规模甚至超过进前针对委内瑞拉的部署。川普强调，这舰队已经做好准备，必要时阵会真紧完成任务。去向伊朗发声，要求马上停回谈判桌，签署授权放弃发展协会协议。国务卿卢比奥伫国会听证会也呼应川普强硬立场。The protests may have ebbed, but they will spark up again in the future because this regime, unless they are willing to change and or leave, have no way of addressing the legitimate and consistent complaints of the people of Iran.
面对美国威胁，国际社会反应无同。加德国美国共声谴责比起中国伫联合国安理会采取无同款立场。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补充警告，美国的极限施压策略加军事威胁，可能会让中东的局势更加混乱。武力解决不了问题，任何军事冒险行动只会将地区推向不可预知的深渊。另外，川普炮火也指向伊拉克针对亲伊朗的前总理马里奇可能登记掌权。川普警告，若伊拉克做出一个非常坏选择，美国切断所有援助，这引起马里奇支持者伫首都巴格达街路抗议，受美国国旗佮批评这是针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干涉。马里奇本人也强硬回击，拒绝接受任何外国指令。نحن اليوم لم نخرج اعتزازا بالسيد المالكي ولا غير السيد المالكي، لكن رسالتنا واحدة أنه لا يجوز التدخل في الشأن العراقي من أي دولة。为波斯湾的航母部署到巴格达的政治屏场，川普政府咧透过军事威胁甲外交孤立，对伊朗全方位的极限施压。在双方紧张、互相无体谅的局势之下，任何误判拢可能引爆战火，互脆弱的中东和平搁一摆崩盘。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印度西孟加拉邦最近又有2例里帕病毒的病例，泰国、印尼佮越南等国家拢加强机场的采检。虽然印度政府是强调讲，包括医护人员佮家属，佮有计强190例接触者，全部拢隔离检测。另外，伫采检了后，嘛拢是阴性的。因强调讲，疫情已经受到控制。伫泰国的苏万那普机场，入境进前爱先经过红外线翕相机，若发现机师的病例，就爱送检查室做检查。泰国针对日巴病毒，2月开始，伫咧曼谷东曼机场、普吉国际機場等等的所在加強體檢。官員講有發現國內夜婆有病毒。ก็ค่อนข้างที่จะไว้วางใจได้ในระดับหนึ่งว่าค้างคาวในบ้านเรานะคะถึงแม้ว่าจะมีการพบเชื้อแต่ในสัดส่วนที่น้อย印度西孟加拉邦通报日巴病毒確診病例，自去年12月到今確診的無90例，追蹤196人全部攏是陰性。日巴病毒主要是帶佇咧夜婆身軀頂。世界衛生組織講，死亡率超40%到75%，無預防性嘛無特效的藥啊，主要是透過過節或者是密切接觸來傳播。啊，症頭發燒、頭殼痛、惡化做腦炎，甚至昏迷。 1 to 2 weeks. And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it's actually very difficult to control at airports. If you've got a disease that's got 2 weeks incubation period, you know, for the first 2 weeks after somebody's carrying the infection, there's no way you can pick it up. Don't eat fruit without peeling it first. Don't drink unpasteurized or unheated drinks that have been heated to a temperature that would kill viruses. 啊，虽然靠机场体检的效果是有限，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讲，疫情大部分是一细阵咧滚架被拖做规大阵。目前牛津大学正咧进入预防射第2阶段的测试。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再来看意大利的南部，最近因为强烈的热带气旋哈利，西西里岛甲萨丁尼亚岛霜冻了真严重，有砖头崩山，有真侪厝拢倚伫山崖边哦，是真危险。当局是紧急撤离超过1500个民众，初步估算，这嘛损失已经超过20亿的欧元咯。 对空中画面会当看到意大利西西里岛尼谢米镇严重崩山，大片的人家厝剩一半，佫经伫半空中，边有几台车辆也强要落去。消防人员协助居民爬登去厝，赶紧甲行李款款的。已经住买几十年的厝，这是时间都无去，居民惊吓无助，暂时撤离到安置中心。 Sono momenti troppo perché io ho amiche intime veramente da una vita, abbiamo studiato assieme tutto, che hanno perso tutto. Hanno perso ed è una cosa straziante, veramente. 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坐直升机巡视灾区，宣布当地紧急状态。边防部门警告，因为地下水也未消，整个山坡地是真无稳定，随时可会出去。伫咧崩山附近的所有人家厝拢袂使搁住，因为无可能搁回去。 官方评估，这场崩山所造成的损失，总计有到20亿欧元，新台票大概是748亿，要重建是非常艰难。Un dato è certo, la frana
è assolutamente ancora attiva. Io stesso l'ho documentata col mio telefono mentre facevo il sopralluogo, quindi è chiaro a tutti che la situazione è davvero veramente molto complicata. Lei dice definitiva perché crolleranno le case che stanno sul ciglio? Allora, non so se crolleranno oppure no, ma è chiaro che se una casa è sul ciglio non potrà essere abitata. 这条灾难也引起土地过度开发，甲政府长期无看重地质风险的强烈质疑。居民也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提出长期安置甲重建的计划。公司新闻郑伟仁、刘选编译。过来消息来看，要晚年咯，诈骗是愈来愈多。高雄查到一个诈骗集团，因家己开发一个假的投资 App， 伫社群平台看广告，怪民众来加来，甲因用这个假的投资 App 来买股票，有21个人受害，哄骗超过1亿。警方嘛抓到20个嫌犯。特勤专股装备进入台南这大诈骗集团的据点敲吹，警方是对去年3月起，小刷伫高雄台南发现，德联邦丰仁归姓班的10人，透过家己开发的假投资 App Trade 拐民众投资股票，佮专工找报案底少年人来做车手，闪避警方的调查。警方表示，因除了伫社群平台看广告，佮有专门的客服人员来安打民众，然后透过后台去改数字骗民众有趁钱。初步估计受害者有21人，诈骗金额超过1亿。潘姓主嫌和邱姓干部等20人查缉到案。现场除了查扣办案用的自小客车和手机，我们还收到了印有帮派标志的红包袋。全案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刑事局南大中心是撞到一个诈骗集团，若高雄高山分局是接到报案，讲伫喇叭底公园看到有人 QQ66，若像是手夹。警方赶到归了解，一名55岁姓吴的查甫人讲伊的手机互抢去。警方调查，想要到煞意外查出，根本毋是抢劫，而是诈骗集团家己超白白起冤家。吴男取得赃款后，与同团2名共犯黄男、李男发生纠纷，2人强行取走吴男工作手机后逃逸。除了抓到其他2名嫌犯，也找到87万的贼款。根据警政署的统计，114年诈骗手路报案上济头3名是网络买物件、假投资甲交朋友。关市受理报案的头3名是新北、台中甲高雄。警方提醒民众，只要遇到可疑的人事物，拢会当先卡165查证，避免受骗。记者柯家朱超用高雄场报道。高铁延伸宜兰这案已经上行正义审议，也毋过今仔前交通部长甲民间团体针对高铁取代过去规划真久的地铁，质疑讲伫评估的过程，高铁的建设的经费是减少，也毋过起地铁的经费煞亲像洪灌水。因讲要甲交通部来进行专业的辩论。交通部长陈世凯是强调讲，交通部的立场是技术甲国家财政许可的状况，务实来讨论高铁延伸的议题。高铁延到基南，根据铁道局上新的估算，南港到基南建设经费3521亿，过去规划火车建设经费是2220亿。前交通部长何振旦甲侪民间团体质疑，这高铁的经费一直减少，地铁的经费一直增加，怀疑是要排除地铁。去年4月到10月，台铁的成本增加了860亿，而同一个时期，高铁的数字反而是减少了126亿。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经过了3-4年的这个评估以后，这2条线突然之间有这么一个戏剧化的差别。高铁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宜兰只设1个站，直铁接到台铁，宜兰台铁从头城到苏澳有12个站哈，我们其实是可以便捷的通达。李望金讲，对宜兰在地来讲，高铁上大的问题就是干那一站。虽然宜兰站伫咧关机会头前算是市中心，但是要到头城苏澳就该搬车，甚至要到花东拢无方便。台铁产业工会嘛讲，若是放弃火车，定位是相似。目前评估的数据拢写了伤水啊。这个数据一定经得起考验哈，我们铁道局都有很专业的团队在做评估。我想这个专业上面的讨论已经相当的多，好，不一定是用辩论的方式。对立民间团体提出辩论，交通部讲高铁延伸宜兰已经有真侪专业的讨论，铁道局嘛回应，所有的数据拢经过专业的顾问公司评估，包括交通土木等68个技术参与。公司新闻4家柯家水台北报道。有民众指出讲，高雄凤山转运站的机友愈来愈多哦，你是会拍牌啉酒，暗时就困伫车头。高雄市社会局是表示讲，有去做关怀，也毋过哦，机友是拢无想要去收容中心，买来加强方式。
透早单车的所在也有街友伫咧困。凤山转运站是高雄最重要的转运站之一，不过最近这几冬煞变做是街友挖规定的所在。有民众伫咧网络讲，足侪街友暗时拢困伫遐，互旅客拢唔敢来单车。政府有处理，但是是个人的问题啊。那他们晚上在这里睡觉，也不会造成危险啊。在那边开店啊，不会影响我们。他们很干净，不会偷。有人感觉无妨碍安宁，无影响，不过看现场的椅仔拢有铺起来物件架咧，避免街友直接倒伫咧椅仔顶。不过转运站四界拢会当看到街友的包袱架，有一寡民众就感觉安尼足歹看。放当遮安尼落落水，感觉人也要坐车，感觉看遐人感觉。阮这代较无差人少年，就较奇怪啊。民众希望政府协助安置，不过因为生活习惯，而且附近有慈善团体会发便当等等因素，足侪街友应安置无偌久，就又搁登去现场。街友都没有被收容安置的一个意愿。那依规定，我们没有办法强制驱离或者是代理收容。那我们除了加强夜间的一个关怀及外展服务之外，因应近日的一个低温，提供临时安置的一个服务。交通转运站煞变作是街友生活的所在，社会局表示会加强夜间防视等等服务。若街友对社区有搅扰行为，会看案件状况下单位来合作进行联合会勘甲服务。公司新闻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嘉义市西区的中正路甲西门街的路口，因为无车红灯，不时拢有车烧弄。附近有店家甲监视器小人刷翕到3件车号发画面，放伫网络顶头。怨叹讲，旧年附近就发生10外件车号，伊望讲相关单位应该爱重视，看安怎来改善。民众的监视器翕到家己市这个路口机车甲汽车相撞的车号，想袂到时间过4天，同一个路口阁发生2台机车相撞的代志。附近的店家甲路口小刷车号的画面放伫网络讲，旧年才落10外件车号，即摆阁开始休寒，车甲人会阁较侪，希望相关单位重视。有时候都骑很快啊，到十字路口都没有停。不行，一礼拜弄就坏了。这个伫家己市中正路甲西门街的路口，虽然有爱停车等待的号志，不过一个人经过的时阵，也是无注意嘛无减速，所以才会不时发生车祸。家己市政府交通处表示，这个路口因为人甲车的量无够标准来设置车红灯，会来加强爱停车等待的号志。加斑马线跟平底线那个有改善一些。本处将采视觉加强版的停让标线，例如红底白色的停字，来增强知道用路人通过路口时应停车再开的交通规则。警方调查，这个路口的车祸拢是因为骑车塞车的人无遵守停让的标志，而且经过路口的速度拢伤紧，才会来发生意外。呼吁民众伫无车红灯的路口爱先停车才搁驶，才袂违反交通条例，减少事故的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年过年迄9日咯，外界真烦恼讲，旧年过年急诊人叉的状况会阁发生。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早起伫立法院时表示讲，目前病院甲诊所回报，初1到初3是有超过70%的病院会提供服务，地方的诊所超过1成会开门。今年要卖提供相关的资讯，互民众透过网络查询。2026年新正年头9日的假期就要到啊！过去因为门诊、诊所休困，所以急诊出现1.5到1.7倍的人。为了预防急诊拖几个月的状况，卫福部先传咧等。在健保的部分有各项的加成奖励，包含开诊的奖励、收治住院跟急诊的奖励、开诊的情形，所以目前还在调查当中。不过呢，以到目前的讯息看起来，那么开诊率已经确实有比去年提高。卫福部长赵崇良表示，会为患者分流、增加医疗量能等等开始，嘛推出奖励加成方案，导入16亿的加成奖励，鼓励诊所服务，嘛会加设资讯专区，让民众伫咧外地嘛会使查诊所看病需求。最重要的是让民众清楚什么时候到急诊，
什么时候其实在这个就近的这个基层诊所看就可以，重点在这个地方判断这个需要去紧急就医的那个要件是哪一些。立委嘛点出，卫福部为2025年11月就推设休困日紧急症中心 UCC， 看诊的人量无统一，尤其是台北市每个月大概40个人上加，要避免民众第一时间走急诊，应该建立明确的看病指引。卫福部嘛应讲会伫咧2月初杀出来，真的要确保他们要给的要给。这个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款项我们是用专款特别去支应，所以它没有点值的问题，它就是1点1块钱。如果该给而没有给，那医院也有可能会涉及到侵占公款的刑事问题。立委建议补助款要限期汇集，嘛要用一个差额处罚机制，互补助用到位，加强奖励，确实分予医疗人员。公视新闻王建庭、谢正廉台北报道。来看宜兰县的实验教育学校林文国中小，2天前县政府接手来办理公办民营的定选，也毋过到达，阁无结果。今仔家长跟学生到教育部定情，因是不满县政府无尊重教育专业自主权，要求中央嘛应该要立法来保障实验教育存久的空间。中央不管，地方乱搞。孩子受苦，谁来作保？话口好，希望大家关心实验教育的困境。创校已经超过23年的宜兰县实验教育学校人文国中小，2年前公办民营委办的合约无通过，由县府接手来办理。县府最近办2届外包的评选，结果来申请的3个团体拢无达到标准。县府会向公办公营的模式来规划，引起家长甲学生的不满，去教育部定情。评选的委员是哪些人呢？然后评选的制度到底是怎么样？请把这些东西说清楚。那同时，我们也想要呼吁教育部，请不要再装睡了，请负起你们的责任。人文的环境让我跟同学能够在实作中学习。我认为我们在成长阶段都应该有机会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探索的机会，这也是我今天选择站在这里的原因。家长希望确保学生的学习权，要求中央立法保障实验教育有存久的空间，让囡仔有法律保障的学习环境。教育部嘛派代表收定情书。也收到这个陈情书，那我们会再持续的跟宜兰县政府来了解跟关心。好，所以刚刚的诉求我们都有听到了。教育部代表强调讲，会把意见载回去，好好讨论。向人家长的诉求，因讲成立实验学校，都是为着要让学生找到家己的兴趣来发展。希望教育部赶紧处理实验教育的乱象。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大摒扫，新竹县的环保局是统计讲，一档大约拢有14000张的碰层爱回收，去年甚至是有17000张。即马碰层嘛，因为材料甲做法要拆掉来处理是较困难。规日清洁队员来讲是有淡薄仔头痛。甲拄回收回来旧碰层，放入大型处理机具进行破碎甲分类，然后清洁队员在过年前真无闲。新竹县环保局指出，新竹因为有科学园区，社区人口流动速度紧，加上真侪人无介意困别人困过眠床，也增加碰层的废气数量。过年期间的巨大废弃物产生量大概会是平常的1倍左右。那特别是进我们县内的园区或者是几个产业园区。附近有许多的租屋的族群，那随着族群的流动，也会造成那个租屋的废床垫废家具的产生增加。根据新竹县环保局统计，去年旧碰层的回收量有17000顶，而且有愈来愈侪趋势。加上这几年碰层愈做愈有工，也增加回收技术的困难。10年前，我们传统床垫跟那个独立筒床垫，占比大概是8比2，那现在呢已经变成9比1，就是独立筒的是9成，传统的已经变成只有1成不到。传统床垫通常都是一张表布包裹了一个金属的床架，那现在的床垫有分独立筒的形式，那它的整个铺面的层数也增加，造成整个处理情形上的更为的复杂。目前新竹县家具回收厂只要在过年前，拢会出现碰层山，然后相关处理人员真无闲，也成做清洁队员新的挑战。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来看中华市公所提早伫今仔来发过年的敬老金，予满70岁时代一包6000块的红包哦，加共是发出1亿9000多万，领到钱的时代拢喙笑目笑。运钞车一个到位，虽有警察、警卫护送现金，这钱是中华市公所要发予时代的春节敬老金。公所人员摕一沓搁一沓现金开始算钱，甲6000块装入去每一个红包落甲内底。时代领到6000块的大红包，拢真欢喜。先生呢？嘿，我这个情况嘛。钱拢你咧管的？对，拢我咧管的。啊，但年领到欢喜无？我欢喜啊！啊，有要拍算要送啥物？焖着饭啊！钱多，年节你知道吗？中华市公所表示，若是自有财源超过10亿，得发6000块。只要户口设伫中华市满6年，而且满70岁时代，就通领春节敬老金。今年有31911位时代符合资格，计共发出1亿9000多万的红包，总金额嘛超过英国纪录。敬老年金福利真好，咱的建设增加3倍，而且累计的税计剩余增加了3倍多。将近20亿。较早是足济，无转账的时都是现金，要算足济的。即摆有转账嘛，好一半。台湾已经是超高龄化社会，时代的社会福利是真重要的。中华市公所表示，除了逐年发红包予时代好过年，公所嘛有咧规划拍算去做社区的长照服务中心，希望予时代会当安心养老。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屏东县政府甲民间企业送爱心鸡汤，要予县内4400外家己大的长辈。县政府今年嘛向中央来争取超过9100万的补助，要来扩大相关的关怀服务。3、2、1。县长lap把二落去送鸡汤，予独居老人的活动起鼓，有的车邮局寄送，嘛有社工骑脚踏车前往独居老人的厝，亲身送爱心鸡汤，予4400位家己大的长辈伫过年前感受到社会温暖。主办的屏东基督教病院已经连续举办23档啊，不过屏东县独居老人的数量是逐年咧增加。我想这个20几年来这样的累积是各界的协助，那有我们政府公部门的帮忙，那才能够给我们的独居老人在寒冷的冬天有一个温暖的一个热鸡汤可以饮用。应该台湾都是老人化越来越重嘛，那我们也会想要说尽一份企业责任来帮助一些社区老人关怀活动这样。根据屏东县政府去年统计，独居老人已经有4300外人，有的是囝儿逝世，拢伫外县市食头路，甚至有的是无生嘛无伴，拢无人照顾，而且4300是有通报的数量。屏东县政府今年暗算，针对3万外的户口独居的民众进行普查，才有法度确实掌握独居的人数，提供关怀服务。独户是不是一定独居？不一定，他独居却不独户的长者，就非常需要仰赖我们的社区去通报给我们。只要我们接到社区的通报，我们一律也会把它纳入我们普查的对象里面。县府表示，有向中央争取9100万的补助，扩大独居时代关怀服务，唔但加强访视和送饭，嘛要甲运动和社区资源带入去长辈生活，希望降低独居的风险，让时代袂阁感觉孤单。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有电影公司推出台湾100计划，要开发台湾100档来重要的故事翕做电影。今年年底到2028年，要推出台湾文艺3部曲，以黄土水、陈定波甲洪闹3个代表性的台湾艺术家做主角，要来推出正讲台湾在地故事的台湾电影。台湾国片的成绩一年比一年较好，嘛愈来愈受到民众关注。民间也有电影公司推出台湾100计划，来开发台湾100年来有台湾的意识甲价值的重要故事，然后透过影视作品来传达台湾的精神。打算要伫今年年底到2028年陆续推出台湾文艺3部曲。跟历史有关，跟我们的英雄人物有关，跟我们的重要的关键发展有关，跟台湾精神有关的这样的电影，都能够一部接一部的推出。这3部台湾的文艺电影，分别以黄土水、陈定波和洪闹3个真有代表性的台湾艺术家做主角。其中观众上紧就会当看到
是日本时期作家翁闹的故事《天光前的恋爱》。拍算伫今年第4季完成，3部曲的导演甲制片表示，会来拍这3出电影，是因为因拍拼佮热情的精神，正值咧咱传承。从100多年前、30-40年前一直到现代，这个艺术家的故事好像可以承载跟透过理解这个艺术家的生平跟他的艺术创作，可以更靠近台湾的某种精神。不管时代的演进，用100年来计但人们台湾人们年轻人的那种热血是不变的，这个东西是不变的，是可以传承的，也是必须被传承的。所以这个影片当然有这个电影这个故事，当然要有被说出来的必要。电影公司表示，这3部电影的制作会尽量把过去迄个年代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所以声音含字幕的部分会有台语、华语含日语等等，希望拍出互台湾人值得骄傲的正港台湾故事。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美国电商平台 Amazon 昨宣布讲，全球要裁员16000个，这嘛是3个月来第2届的大裁员，主要是因为 AI 取代真侪企业的员工。另外，美国货运 UPS 嘛因为 Amazon 的货运量减少，而且是宣布讲要裁掉3万个员工。Amazon 去年10月底辞掉14000个员工了后，2月搁再宣布大裁员，这届是要辞掉全世界16000个员工。包括主管级、行政、人资等等，因为公司已经打算要用人工智慧取代员工，也减少疫情期间所加请的亏。Amazon 人资科技资深副总裁葛雷提表示，公司打算要减少管理级，提升基层自主文化。因为疫情期间有数百万人伫厝上班，网络消费大增加 ，Amazon 的员工人数加倍，即马疫情过啊，就应该要恢复到原本的水准。媒体报道，伫咧3个月内 ，Amazon 的2届裁员，拢总裁掉3万个员工，将近全公司办公人员的10%。另外，公司也有150万个负责配送佮仓库的员工，是拢未去影响到。这届裁员也是自 Amazon 2023年裁掉27000个员工了后，才上济一届。另外，美国快送的大公司优比数为着加速转型，也宣布今年要裁掉3万个员工，上无要关掉24个营业据点。这届裁员是自去年2005年4月启动业务重组转型计划一部分。公司为着要降低成本、并管利润，去年因就先裁掉48000个员工，关掉93个营业据点。优比数准备要把公司的业务对 Amazon 的包裹快送改做是利润较悬的货运业务。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来看去年底，法国巴黎头一条通勤流浪正式启用，这是巴黎头一条市区的缆车，全长是4公里哦。一天大约会当载大约11000个乘客往来郊区甲市区。规条4.5公里长、加强式5个站的城市通勤流动车，伫法国巴黎都会区正式启用。用过流动车的功能是协助游客盘山过岭去观光景点。搭线变做连接郊区各城镇到市区的新选择。即马流动车驶的路段，原底是要增加公车的车帮，或者是搁起一座新桥来连接。毋过当地共有火车、高铁甲高速公路啊，若准搁要伫地面开发新的交通，实在伤费气。毋过流动车会当无受弯弯翘翘地形的限制，互郊区往市区的通勤时间，对原底坐公车也是洗车要40分钟的车程，即马敢若需要18分钟。Et aujourd'hui, vraiment, je suis extrêmement heureuse parce que je sais le bien-être que ça va procurer aux habitants du Val-de-Marne qui vont gagner 20 minutes de trajet dans les bouchons, dans les bus, dans des bus qui sont à l'arrêt sur les routes du Val-de-Marne. Donc vraiment, pour eux, 40 minutes dans la journée et un transport hyper qualitatif. 法国目前有7个城市设通勤的流动车，全新的C1除了是目前欧洲上长的流动车，也是大巴黎地区第一条用来通勤的流动车。起地铁需要10亿的欧元，大约是地票37亿；也那空中的流动车，敢若需要1.38亿欧元，大约是地票51亿。另外，逐天来回计共出动105个车厢，每一个车厢会当坐10个人，按算一天有11000名乘客会当受益。
4亿空中流动车伫上下班的高峰时间30秒到1班，1点钟按算会当载1600人，而且采用无障碍的设计，互行动无方便的人甲老人拢会当坐。另外，票钱甲公车购地铁同款，一纸2欧元，地约台票74块。当地居民讲，坐这只流动车好亲像观光客要去厝市场同款，可以当对顶面看规个城市的风景。公司新闻深入陪编译。来看罗西亚莫斯科的地铁哦，先设一寡电话亭，互乘客当伫正吵的车头有一个安静的所在，专心来讲电话、处理代志，甚至哦，嘛当伫内底休困者。敢若地下风景的罗西亚地下铁，是结合古典和现代壮观配景的苏达临式建筑有名，而且伊大部分的路线和车头拢是伫咧地下，互伊嘛兼防空壕的使用功能。尤其是伫咧冷战时期，一寡车头深度上深阁有到84公尺。为了互乘客莫受到地下铁进站的时阵，连那铁机路的噪音、民众在开讲的声音，也是车头的广播等各种真吵的声音干扰。莫斯科地下铁伫两个真无用的车头共青团站和夏洛夫哥罗德车头内面设置隔音电话亭，方便乘客敲紧急电话。Кабинку зайду, может получше будет слышно. Я не понимаю, что ты говоришь. Подожди. Вот. Сейчас лучше слышно. Я говорю, что я буду дома минут через 20-30. 一入去到隔音电话亭，是规个拢点落来，拢无声音，就敢若和世界隔开啊！莫斯科地下铁是真方便，互看论真看，而且车班阁真济，都会当服务莫斯科这个人口差不多1300万人的城市。而且对真济乘客来讲，隔音的空间唔哪会当敲电话尔尔。Я работаю удаленно, поэтому для меня это было бы важно. Иногда тебя застаёт врасплох какая-то рабочая задача, и если можно где-то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 и уединиться. И сделать вид, что ты в офисе, это очень классн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 я с радостью попробую. Это сдела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можно было посетить, отдохнуть здесь, поговорить по телефону в спокойствии, какую-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боту сделать, выполнить.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удобно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что большой поток людей постоянно. Иногда нужно отлучиться, поговорить в тишине о чем-то серьезном, какой-то деловой звонок совершить. Поэтому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полезная вещь. Тут есть даже беспроводная зарядка, то есть, это реально очень востребовано сейчас. Я думаю, что полезная штук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这间隔音亭是需要透过手机下载 App 提前预定，无人的时阵嘛会当直接扫门外口的 QR code， 就会当入去使用，而且内面阁有插座，方便使用者来充电。За такие начинания, потому что кстати, ничего подобного, по-моему, нет ни в Лондоне, ни в Токио. В Москве есть, это же прекрасно. Но большой город, он иногда требует тишины для простого телефонного разговора. 这个隔音亭评价真好，莫斯科地下铁嘛有计划要伫其他真侪车头嘛来设置。公司新闻深入陪编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